你哋好，歡迎大家去收睇做 N 的療愈星球頻道，多謝你哋嘅支持、訂閱、收看。今日係2026年嘅6月23號星期二，熱到飛天啊！今日簡直超熱啊！大家有冇睇到新聞啊？真係黐線噶！嗱，中環嘅匯豐銀行有2名內地男女，65歲阿伯同50歲嘅阿嬸，竟然呢攞住啲假文件去銀行，話要轉賬500億港元入戶口。500億啊嚇！大家係冇聽錯，係500億。黐線真係，你以為銀行係乜嘢啊？嚇，你話轉就轉咩？銀行呢開咗門呢5分鐘啦嚇，佢哋呢就衝咗入去啦，急不及待呢就出示一啲文件嚇，驚死呢銀行呢唔知佢哋有500億咁樣，結果呢職員一睇13頁嘅文件入面有6頁係假嘅，即刻報警拉人。大家話呢啲人個腦係諗緊乜嘢啊？嗱，先講翻呢成件事嘅經過先啦。喺6月23號朝頭早9點幾，中環皇后大道中匯豐銀行有職員呢報警啦，話有人啊使用啦虛假文書。警方呢到場之後呢，就拉咗一對內地嘅男女，65歲姓張嘅阿伯同埋50歲姓孫嘅阿嬸啊。咁呢，就佢哋出示咗一啲文件啦嚇，包括一啲按揭文件啦、銀行月結單啊，要求啦將500億嘅港元呢就轉入張翁嘅戶口啊嚇。咁其實銀行職員啦嚇就帶咗佢哋咧入一啲嘅會議室啦嚇，慢慢去睇一啲嘅文件。點知咧，其實一 check 咧13頁嘅文件入面咧有6頁係假嘅、偽造嘅。於是咧，其實職員咧即刻就報警啦。警方咧就係呢一個嘅行使虛假文書啊，將佢哋嘅拘捕啦。案件咧就交俾中區重案組跟進。真係唔好以為銀行嘅職員係傻嘅，500億嚇，你以為真係500蚊咩？真係好少真係。咁咧嗱，500億啦嚇，如果李嘉誠要攞500億出嚟啦，嗱佢自己都要經好多個程序啦嚇，何況係一個普通嘅阿伯啊嚇，咁你以為銀行係乜嘢咧？即係唔係話你話轉就轉咯嚇？香港政府一年可能一啲嘅教育開支都係幾百億啦嚇，幾百億咋咁樣？咁突然間你話轉500億喎，銀行一定會問啦，呢啲錢喺邊度嚟㗎嚇？你做咩生意咧嚇？點解會有咁多錢啊？答唔出咧就即刻穿煲，咁啊真係咧真係有啲低能嘅，低能到冇極限啦，係啦。咁點解銀行會咁快去穿煲呢？其實我諗咧都有幾個嘅原因嘅。第一啦，當然係嗰個銀碼太大啦，即係金額太大啊，500億啊嘛，即係唔係你話轉就轉啊，大佬。銀行見到咁大筆錢，其實一定係問清楚一啲嘅來源啦，查清楚嗰個叫做文件啊，同埋你突然間走嚟話要500億喎，咁銀行職員呢一定覺得奇怪嘅嚇。咁你估銀行職員係未見過啲真文件咩？因為佢哋日日對住啲文件咧，其實真假一睇就知㗎啦。因為佢哋有啲可能驗證碼啊嚇，一啲嘅特徵啦，你假文件一 check 就穿煲啦。亦都有一啲內部嘅審查啦嚇，咁佢哋會睇翻可能一啲嘅簽名啊，一啲嘅格式啊，對唔對啊？有冇問題啊？有問題嘅話咧，其實職員咧都可以報警啊，同埋佢哋咧就唔會同你客氣啊，因為你呢個嘅最高可以判監係14年啊嚇。仲有唔好以為銀行、醫院呢啲地方都係嚇，因為成間銀行咧有閉路電線嘅，由你去門口喺門口度行入個櫃台嗰度，你再行入去個會議室咧嚇，
全部都影到晒嘅。其實你個樣啊，你着咩衫啊，做過啲乜嘢啦，成個 CCTV 都睇到晒。就算你唔係去銀行啊，你去醫院啊，你去 check 下你自己，可能檢查下你啲咩膝頭哥啊之類啦嚇，咁都一樣俾人哋發現到㗎。因為你唔係病人啊嘛，你冇預約㗎嘛，你又冇病歷嚇，咁你點解會喺度呢？醫院亦都有閉路電視㗎嚇，有護士有保安啊，所以咧唔好亂闖啊！銀行都係一樣。有閉路電線，有保安，有職員，其實做每一個動作都會有人睇住，咁所以咧就以為換個天咧就係天真㗎啦。咁最後想講翻咧，其實呢一單嘅新聞咧，再次係證明咧銀行嗰個機制咧係好有效率嘅，即係啲假文件咧係點都呃唔到啲銀行職員㗎。其實咧我係睇嗱，除咗呢一單新聞之外咧，之前仲有㗎，係咪旺角咧？旺角嗰間匯豐又係咁樣嘅。咁就好想去分享，咁同埋咧，我自己覺得啦，好大嘅機會咧，唔係兩個人自己諗出嚟嘅，係背後有人指使啊！呢啲即係可能之前可能係有一班人啦，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咧，呢一啲類似嘅騙案咧，係有人用假文件去銀行想過數去呃錢啊嚇，我覺得係好大機會係有背後有人指使啊！銀行都有間銀行，旺角銀行啊，匯豐中心對面嗰間大嘅匯豐咧，落幾級樓梯咧，我覺得都好似係咁樣嘅，又係話唔知咩用啲假文件去攞唔知幾多錢咁樣，咁亦都啦睇翻以前啲新聞啦，亦都有啲嘅犯罪嘅集團啦嚇，你呃啲政府嘅中小企啦貸款啦，用一啲嘅假文件啦，開一啲嘅空殼嘅公司啦，前後咧呃咗成2000幾萬。咁佢哋就用幾千蚊啊，或者幾萬蚊啊，去叫人哋去做董事啊，公司董事，然後可能又操控佢哋咧，去銀行度咧，用啲假文件咧去申請貸款。咁所以咧呢一啲嘅手法啦嚇，同呢一個嘅500億嘅話咧，其實就好似噶啦，即係好似咧背後有一啲嘅集團嘅操控啦。咁亦都啦嚇。亦都咧，其實咧都係想去傾翻啦。真係呢一個世界咧，其實真係乜人都有嘅，真係乜人都有㗎。為咗錢，真係乜嘢都做得出，但係都要諗清楚個後果會係點樣呢？係咪先？為咗錢，真係乜都做得出，要諗個後果，大家即係要諗咯呢樣嘢。咁所以咧，我就覺得咧呢兩個係好傻啦，亦都咁大個人都有好多嘅經歷啦吓，咁。唔會唔知啊，係咪先？咁今集咧就分享呢一度，純粹分享翻睇完呢單新聞，真係想分享。我覺得係真係乜人都有，咁亦都係想去分享翻。咁若果你哋有啲咩專業嘅意見啊、分析啊、討論啊、留言啊，即管留言。咁多謝你哋咧用幾分鐘嘅時間去收聽我呢幾分鐘嘅影片，多謝晒你哋啊！希望可以讚好，或者可以留言分享下你個感受，或者有冇一啲嘅經歷嚇，或者啲朋友啊、親戚啊。咁都學啲 friend 啊咁樣，咁都可以留言嘅，多謝晒你哋收看，拜拜。